救援人員分別喺十方市同埋彭州救出2個被困8日同埋9日嘅生還者。至於重災區清川縣就出現山體巨大裂縫，當局要緊急疏散近9000人。梁潔欣報道。清川縣城西北面嘅獅子梁出現長大約15米嘅裂縫，山體嚴重變形，路面下陷，大量巨石仍然懸吊喺山坡，當局緊急疏散9000幾個居民。而喺北端，唔少災民擔心有餘震撤走。報道話，當地造成嘅堰塞湖水位不斷上升，5個鄉鎮告急，2萬幾人被困。雖然災情持續，但連日不眠不休嘅搜救亦再傳出好消息。60歲嘅黃有瓊喺彭州山區被困泥之中8日8夜，搜救隊最終憑住狗吠聲將佢救出送院急救。醫生話佢非常虛弱，有嚴重脫水同衰竭嘅現象，盆骨受傷，不過已經可以開始進食。絕望嘅期間，好彩有2隻狗仔不離不棄咁陪伴住佢，又不停舐佢嘅面同嘴。醫生話就係憑住呢一啲嘅濕潤，加上靠飲雨水為生，黃有瓊先至能夠撐落去。我耳朵聽呀都聽不到。另外，102歲嘅黃文秀亦都喺今次地震之中奇蹟獲救，醫護人員都覺得好鼓舞。堅守你的夢想，我們能不能做到啊？而內地多位奧運金牌得主，包括世界乒乓球名將鄧亞萍，就到綿陽探望災民。有小朋友問佢點樣面對逆境。因為我想拿世界冠軍，因為我有這個夢想，是不是？是。再困難再難，頂住，頂住。大家還頂住了，頂住。輕鬆嘅笑面重現，鄧亞萍希望體育精神能夠感染到災民，從悲痛之中企返起身。無線電視記者楊潔欣報道。